南美洲拋灣19天，包括埋4個國家：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同埋秘魯，好食好住，同埋包埋11程國際同埋國內機票，全程保證5星酒店。同一個團，香港旅行社買緊3萬幾，差唔多4萬蚊加紙，而家嗰個都係1萬蚊加紙左右，非常超級抵玩。好啦，Machu Picchu Seven Wonders 好值得去咯。馬爾比丘咧坐火車玻璃嘅，跟住睇兩岸嘅風景，沿住個河，唱歌要表演嘅，要免費 drink 係幾好噶，你好開心啊坐得。跟住就去到馬爾比丘嘅山角落頭，我哋就坐 shuttle bus 直上山頂馬爾比丘國家公園，咁樣你行幾步路就得噶啦，攞拐杖都冇問題。你話行唔到，行得好慢冇問題。我哋係4月人嘅生日去，嗰次遊客少咗好多。你朝早去啦，人山人海，全部係人頭，影唔到相。我去到之後咧，我哋30幾個客，其他旅行社咧就一個領隊一個 local guide，我請咗3個 local guide，加埋我哋本人嘅 local guide，加埋領隊5個人服務大家，差唔多等於係5、6個團友，一個領隊一個導遊。你想行最高，我有 local guide 帶你去最高，叫 Explorer。你話行一半高就去睇一啲廟，呢叫做 Panorama。如果仲有啲人咧，好似我咁懶咧，就去平路 historical 咯，要下低先係廟啫嘛，同埋啲舊嘅皇宮。或者有啲客咧完全唔想行嘅，你咪就喺呢度影相打卡地方，乜都冇去冇喐，等人哋咯。次次嗰啲人經過南美洲 Gogo 翻嚟都係站喺最後嘅。我30幾人坐2架車，攤喺嗰度都得，舒舒服服，服務好好嘅。城城下谷都大把酒店，垃圾到不得了，靚酒店咗2間，我哋嗰間最靚嗰間，世外桃源，靚到不得了嘅一間酒店。四周係得安第斯高山，同埋農田包圍住，有 Jacuzzi，有泳池，有一個金教堂啊，裏邊係金嘅，純金嘅，每一間房一個大嘅浴缸。我酒店裏邊食嗰啲，哇靚到啦，好似 Michelin 咁樣嘅3道菜嚇，三文魚又靚，整嘅藥甜品又靚，跟住我啲客影相影到手軟嚇。酒店裏邊有阿帕卡啦、河洋啦、孔雀啦，各式各樣嘅動物啊雀啊，酒店精緻到不得了。跟住富島，世界最神秘嘅島，沿住個岸邊對住海邊咧，好多石像嘅，如假包換嘅真古銅嚟。我哋都會停車俾大家影相嘅。石像有啲大頂帽嘅，其實髮髻唔係帽，有啲有眼嘅，有啲冇眼珠嘅，有啲係對住海嘅，有幾隻係背對住海嘅，乜都有。幾百尊石像，所以值得票價，日出日落都好靚。呢個係石像工廠嚟嘅，成個山坡上高，雕刻好，但係咧之後唔知發生咗咩嘢，若個部落咧係滅絕咗，跟住嗰啲石像咧就從此留低喺呢個山坡上高。呢個山坡上我都有幾十樽你啲石像。我喺富島啊，住5星酒店，富島上高做一間5星酒店，記住一間嘅啫。嗰一間酒店最多50間房，我哋嗰個一去22間房冇咗。你揾一個旅行社去富島嘅，都係3萬4萬蚊加紙噶啦。嗰個傻嘅啫，買1萬蚊多啲。晏晝餐食咩嘢？烤羊烤雞，哇！嗰啲肉嘅味，同埋咧係好多汁，唔會話乾爭爭啊，好食。富島完咗之後咧，翻利馬參觀海景公園、聖馬丁廣場，呢個係大教堂，同埋市政府，呢個都係兵器廣場啊 Times Square。利馬住5星酒店啦，Pulau Vista啊，喜來登嗰啲咁樣食得靚餐，飛花店啊一定靚啦，係咪？一路食好嘢，去到飛花店啊唔食好嘢咩唔同？海邊飲紅酒、食海鮮，包成間房係海中間喎，跟住仲有紅酒，仲有海鮮、羊架、牛扒。聖保羅南美洲最大嘅城市，其實咧皇宮冇得入去參觀啊，我覺得幾好旺，佢花園好靚，同埋有個噴水池，佢拍嘅沙灘，我都住喺呢個沙灘邊嘅喎。你個係坐小火車上耶穌像、耶穌山，火車好貴嘅。嗱，我哋係坐2次 Cape 好安全嘅，瑞士同埋意大利嘅生產嘅啊，好靚嘅巴西，世界冇咩3大瀑布，2大瀑布，最靚就係伊瓜蘇。睇完伊瓜蘇，你乜都唔想去睇。伊瓜蘇咧係 New Natural Seven Wonders 啊，如果喺巴西嗰邊咧，我哋有充足嘅時間，俾佢慢慢沿住個岸邊慢慢影相。我哋係國家公園，係個伊瓜蘇上高咧，步步景嘅餐廳，仲有啲人唱歌啊、彈吉他啊咁樣咧，係個自助餐，喺公園裏邊食嘅。所以我哋係俾你充足嘅時間，慢慢行沿住岸邊慢慢影。因為伊瓜蘇咧，如果水量充足嘅話咧，275條瀑布喎，好壯觀。仲有一啲咧，我都坐小火車去阿根廷嗰邊嘅，從另外一邊睇。所以咧，你睇呢個團咧都幾多嘢行嘅。首先坐嗰啲環保車咧，係原始森林啊，國家公園裏邊睇好多唔同嘅植物，然後講解員講係呢個咩？呢個係棕櫚樹森啊、無價寶啊、國寶樹啊等等。跟住去到岸邊咧，一定要參
參加衝瀑布嗰個咧要皮艇，好玩到不得了，喺近距離，當然一啲都唔危險啊，好刺激，好好玩。左邊係巴西喎，魔鬼咽喉嚇，我哋就慢慢行到盡頭，行到呢個棧橋，跟住食個自助餐。第二日咧就去到阿根廷嗰邊，跟住咧就食個自助餐，坐小火車咧就去到呢個瀑布邊邊，等於你企喺嗰個瀑布上高，人在畫中遊。嗱，第一日咧係對岸望落去，等於咧欣賞緊一幅畫。跟住阿根廷咧貝諾薩利斯呢個咧就係世界最有名嘅貴族公墓，呢邊就係呢個貝隆夫人。其實好多客入去啦，驚污糟。其實咧你當佢係一個藝術博物館咯，有諾貝爾獎得主、11屆總統，總之係有錢有名嘅人嘅家族嘅公墓，你當佢係一個雕刻博物館咪得咯。仲有呢個係城市公園。呢個杜拉大道嚇，總統府呢個就叫 Pink Palace，就係呢個麥當娜主演嘅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 呢度拍嘅咯。南美洲最有名嘅歌劇院科隆歌劇院，呢個博卡區就係呢個探戈舞嘅發源地。你睇個顏色咧，佢個窗咁樣藍色嘅。你以前係舊碼頭咧，好多船長嚟到呢個碼頭咧，抌出去一啲防生鏽嗰啲彩色嘅油咧，剩翻啲渣啊，剩翻啲細分之一桶咧就唔要啦。嗰啲當地老百姓咧執翻嚟就遊客窗，如果仲有啲油咧，有個門咁樣變翻當地嘅特色，五彩十色，好得意嘅，影相好靚。阿根廷咧係世界最大嘅糧倉，攀爬斯大草原上高咧就有騎馬、坐馬車、馬術表演，同埋咧一個晏晝餐，歌舞表演、探戈表演、紅酒隨便你飲，跟住牛扒、羊架隨便食。我哋每一次咧係去到阿貝諾薩利斯咧，成個城市咯，估有百幾間表演場地關於探戈，但係咧就一個地方叫 Mr. Tango。個拉小提琴都見到10幾個人啊！個舞台咧3層樓個舞台，好似人民大會堂咁壯觀。因為你呢個擺設咧叫 Executive 總裁位，我哋咧海鮮湯或者其他 Soup of the Day，跟住世界最靚嘅阿根廷牛扒，跟住咧有阿根廷紅酒，有 Number One 啊，同法國紅酒齊名嘅係咪？有甜品啦，哇！3道菜食完之後就開始睇表演。呢個老虎洲咯，2個鐘遊船河，大家中意影相影好多相。我哋煮一啲好特色嘅 coffee 同埋一啲甜品俾你試下，嘆下世界。